Hello，你好，我係 Ernest，係 Financial Partners 嘅大中華區董事。咁啊，今日恒生指數收報呢個19,399點嘅，咁啊跌咗616點。咁啊，成交去到呢個819億啦嚇。咁啊，國企指數收報呢一個10,277點嘅，咁亦都大跌441點，咁啊跌咗今日4.12%嘅。咁啊，臨尾期指都係做緊低水啦，8月做19,309點嘅。咁啊，整體嚟講，今個星期恒生指數仍然都係3連跌嘅，不過今個禮拜就跌翻少啲。上個星期就跌6.幾個 percent，今個星期就跌得220點，1.12個 percent，而國企指數都係跌咗1.68個 percent。咁啊，相對國內好啲啦。咁啊，因為點解咧？國內其實今個星期滬深同埋上證都跌多過2.3個 percent 到嘅。咁啊，滬深300收報呢個2,807，而上證亦都收報呢個2,534嘅。咁啊，本身就以為港股即係前嗰幾日可以喘定翻啦嚇，連跌咗2個禮拜跌咁多咧，就諗住定翻少少。點知尋日美國嗰邊無論呢個道瓊斯跌咗接近呢個3.68個 percent，over 400點。Nasdaq 亦都更加差，跌咗5.幾個 percent。咁啊，拖累翻你見得到今日香港咧就開市都係受壓住嘅。咁啊，之前咁嘅升幅就化為烏有啦嚇。咁啊，我估計咧，咁啊，環球嘅市況因為都未見到有啲咩嘅曙光咧，咁唔排除下個禮拜咧可能都會穿一穿19,000點。咁又睇翻今個月9號嗰個低位啦嚇，18,868依個位啦。咁啊，大約其實你話跌落去都唔夠3%，500幾點到嘅啫。咁啊，其實要關注一樣嘢就係話最近嗰個環球市況咧，都係好似有啲異常緊張嘅情緒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其實今日亞洲區嘅股市都做得幾差嘅，韓國跌咗6個 percent，台灣、澳洲都跌多過3.幾個 percent 嘅。咁啊，歐洲嗰邊開咧，其實都起碼跌成接近3個 percent 嘅。咁啊，直情係譬如英國、法國跌穿心理關口啊！英國嘅股市咧，富時300跌穿5,000點樓下嘅，而法國亦都跌穿3,000樓下。咁啊，所以呢個異常嗰個恐慌嘅情緒咧，其實講嚟講去，其實就係講緊嗰個歐債嗰個危機啦，仍然都係不斷咁令個市場擔憂啦。咁其實另外美國嗰個嘅投資者對於嗰個經濟會唔會第二次衰退嘅擔憂咧，亦都不斷向上嘅嚇。咁啊，大家估緊呢個 QE3 會唔會出？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 QE3 嘅作用有幾大嘅。咁啊，我個人認為就要大家要關注未來嗰個美國長期國債嗰個收益率嘅走勢嘅，呢個係其中一個關注點嚟嘅。至於國內嗰個問題咧，其實你見到7月個經濟嗰個數據一啲都唔樂觀嘅，無論呢個生產、投資、消費嗰個進口嗰個咧數據都係放緩緊。咁所以咧 Q3 嚟講咧，我相信就係國內咧嗰個通脹仍然都係反覆啦，嗰個回落嘅程度就低於嗰個市場預期嘅有機會。咁所以咧，其實可能咧今個月我相信大家無論係香港或者國內環球咧，都係嘗試喺度反覆震盪緊，希望就磨翻出嗰個谷底出嚟。咁所以我相信咧，下個星期港股有機會咧繼續係反覆沉底嘅嚇。